Tahu, bên này nhìn cái papillon kau wedi. 廣泛地區氣温升到去25度以上，唔同嘅市中心更加可能去到28度， Tahu, 相當於 Tahu lẹ lẹ. 更加熱嘅 Good 程度。 girl. 非常 Good 聽 girl. 市民戶外活動要補充水分，小心中暑啦。其實我到日本海東氣壓發展影響，下星期一天氣將會出現變化，關東地區將會轉為有雨，沿海一帶發起強勁南風，體感會變得相當悶熱㗎。咁去到下星期二開始天氣好轉，天氣將會再度轉晴。嚟睇下而家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，廈門台北多雲，上海多雲，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， Hindi. 大阪天天落嘅，曼谷大道，吉隆坡、新加坡內部， Kesel lah, 雅 Rek. 加達